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金牛座對巨蟹座。當務實嘅金牛遇上感性嘅巨蟹，係最穩定嘅靈魂伴侶，定係過於安逸反而無趣呢？作為一對情侶，佢哋能夠長久穩定，定係情緒化會帶嚟挑戰？匹配度75分。金牛同巨蟹對愛情嘅需求好一致，要穩定、實際同埋安全感。但金牛固執又慢熱，巨蟹情緒起伏大。當金牛唔識點表達愛時，巨蟹可能會開始質疑關係係咪已經變質。如果想呢段關係長久，金牛要更加體貼，而巨蟹就要學識多啲耐性啦。作為朋友嘅時候，佢哋會熱情開朗，定係沉悶乏味？投契度68分。由於兩個星座都比較內斂同慢熱，如果佢哋有共同話題，好容易就會變成長久朋友。但如果興趣唔同，呢段友情可能只係習慣咗對方嘅存在。金牛中意務實嘅建議，巨蟹就習慣情感上嘅陪伴。能唔能夠成為真正嘅好友，就要睇佢哋可唔可以走入對方嘅世界啦。喺職場相遇嘅話，佢哋嘅組合會係超級穩健，定係太過保守呢？合作度80分。佢哋都係職場踏實派，有強勁嘅執行力同耐心，係可以一齊撐過難關嘅隊友。但佢哋都唔中意變化，金牛唔容易改變做事方式，巨蟹又太顧慮人際關係。如果想令團隊更有效率，佢哋兩個都要學識靈活變通，唔可以淨係顧住做好自己嘅事。喺競爭層面上，金牛同巨蟹嘅對決究竟鹿死誰手，就要睇下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啦。競爭百分比50對50，可謂勢均力敵。雙方對壘講嘅絕對係一場耐力戰。金牛靠穩健計劃，一步一步向前行；巨蟹就憑直覺推進，擅長找緊關鍵時機。短期競賽嘅話，金牛一般比較穩陣，但係長期對決，巨蟹嘅適應力同意志力往往可以逆轉戰局。最終勝負就要睇下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啦。金牛座對巨蟹座嘅總結：呢個組合追求超強安全感，但係同時都可能因為彼此太過安於現狀，而少咗一啲靈活性。金牛習慣按部就班，而巨蟹就容易受情緒影響。如果想一齊走得更遠，佢哋兩個都要學識更靈活應對變化，甚至跳出舒適圈，咁樣先至可以真正持續成長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